来到林新路卫生局的广场，摆满侪精神福建机构的单位，也因家己学员所制作的产品来义卖，吸引侪民众响应。其中有一条嘛来到现场一一交关，邀请大家拢做回来关怀弱势，也互民众提前感受年节的气氛。空中相会太心机，环游世界上便利，互相按赞足欢喜。为到过年之前，卫生局拢会扩大举办心理健康宣导，用春关送好礼活动来提供正确的健康出境观念。同时嘛，邀请书法家来现场写春联。其中有一条除了告场甲大家同乐，特别今年拄好是台南400，还有台湾灯会拍头阵，所以邀请大家拢来台南行春。因为今年台湾灯会在台南，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台南400赶快欣赏台湾灯会。我们短短3天就已经累积了63万人次了。那今年的这个荣景可期，也希望大家过个好年，快快乐乐的过新年。那但是注意，该打疫苗还是要打疫苗，因为呢才能因为人流南来北往，要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现场活动的重头戏，就是连续10档米兰时尚发现公司所赞助的义展。今年嘛动员28位设计师，互需要的民众自头开始焕然一新。新春呢，在我们的发型上面很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能够可以很利落的很干净的，那看起来就很有精神的就是喜气连连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形象哦，就会对我们整个新的一年会有很好的一个运势。那由卫生局来做一个办理这样子的活动让我们这一些有需要的身心障碍的民众或者是需要有一些关怀帮助的民众，在这个迎新送旧的这个时令里面，都能够得到满满的爱跟满满的关怀感受到这个社会给予的温暖。台湾新闻本集采访报道。